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一起带着极大的信心来仰望他，因为他是当助我们的神，是带我们出死入生的神。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带着信心，我们要来的宣告，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让我们有一个柔美的敬拜，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你是何等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寻求你，愿圣灵亲自来掌权在我们当中。主，不管我们在任何地方，主，我们单单就是要来追求你。主啊，我们单单就是要来得着你。主，愿主你的圣灵大的来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不见前面的道路，但是仍然我们用信心来依靠你。主，我们就要看见神，你是使行神迹奇事的神。主，你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经历你真实同在的神。主，我们要献上满心的感谢，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一起说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带领我们的神。我们拍掌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荣耀。
征战的神。主，我们每天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当我们宣告你得胜的名，主，你得胜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的远见超越我们的环境。主，让我们带着极大的信心依靠你。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Amen。哈利路亚！赞美你，让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是。你是我是我的盼望。
你是永远掌权的君王。耶稣，你是坐在高尚的宝座上为王的主。主，你掌权我们的生命气息。主，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仰望你。主，愿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让我们重新得力，来到神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单单相信，主你永远掌权。你是爱我们的王，你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要将我们敞开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的名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我们献上感谢、赞美、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各位网络及电视机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在我们听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攻守神的话。在约翰福音书第14章第6节，神的话这么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都选择会走什么样的路，但是选择结果跟我们当初所期待的，或许是期待是对的，或许那个期待跟选择是不一样。然而我们看圣经当中几个选择的结果，让我们知道上帝如何爱我们。在德国有一个牧师叫做辛克牧师，他在见证说，他总共花了60年的年头，他自我探寻愿望、希望及目的。他花了60年的时间，每一条道路都有它的方向性，都有它的目的性，也有它的价值性。假设我们今天要去屏东，我们开车必然知道我们要往屏东的路要怎么走。那个屏东是我们的预定目的。往屏东的路，你可以选择走88，你可以选择走平面的万大桥，你有好几条方向可以走往屏东的路。然而，我们要问，你要选择的路，它的方向、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看到耶稣出生，圣经说，东方的博士看到有一颗星带领他朝向耶稣出生的目的。对博士来说，那颗星是一个指引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书在第2章，东方博士的面前有一颗星在导引他们，直到他们来到耶稣出生的马槽。所以那颗星它是有方向性，它朝向耶稣出生的方向来导引这些博士。这颗星它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博士要去找耶稣，所以这颗星的目的就是导引他们去找到耶稣。现在很多人生的道路当中，在寻找真理的路，然而很多人透过很多宗教来寻找生命真理的道路，却寻找不着，
方向错了，花了许多钱，甚至花钱了。有些人生命没了，但还是找不到。他们找的方向，他们找的目的，真的会带给他们平安吗？在我们高雄有一个女孩子，她心里很迷惘。这个女孩子因为过去曾经堕胎过，她自认为她的身体、她的运势也渐渐不好，于是她去找一个宗教的人士来改命运。这个宗教人士怂恿这个妇人去买黄金。买黄金干嘛？跟这个妇人说，你曾经堕过胎，你要买黄金来给那个婴灵，来安抚曾经被你堕胎的那个婴儿。然而这个妇人她到最后赔上了金钱及身体。我们看到台湾有许多宗教的神棍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新闻当中，许多台湾的迷信的百姓也透过许多的宗教方式来寻找所谓真实的平安，然而这些却没有办法带给他们平安。然而我们知道，只有耶稣的真理带给人平安，只有耶稣的真理带给人真正的平安。耶稣带领人到父神的那条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替罪人打开来到父神面前的道路。所谓真理，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事件可以改变。譬如说，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个真理永远不会改变。真理不会因为任何环境、任何人做改变。我们从上帝创造了万物的全能，生命的源头不可能自己会演化成为一个生命，必然需要透过创造。这个创造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物，从自然界当中看到不变的定律，真理就是从这里看见。所以我们知道真理它必然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真理它是独一性的。在圣经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主耶稣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第二个，真理它是绝对性的。在约翰福音书第8章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许多人对耶稣提出了挑战。然而耶稣对这些指控他的敌人说，你们中间可以指控我有罪的，就要讲出来吧。然而没有人可以指控耶稣有罪。耶稣说，我既然告诉你们的真理，为什么你们不信我？彼得也亲口见证了耶稣。彼得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所以他是绝对的，他不是相对的。凡是相对的，就不是真理。
所以相对是什么？相对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如果可以改变的，那就不是真理。第三个，真理是不变的。在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这样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过去的耶稣，圣经记载耶稣，到现今的耶稣，到未来的耶稣，都是一样的，不会改变，不会变质。如果会改变会变质，那就不是真理。所以我们刚刚从经文当中说到，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神格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标准也从来没有改变。在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第四个，真理是完全的。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所以各位兄弟姐妹，真理是完全的，基督是完全的，毫无瑕疵，没有什么需要再加添补足的。他是如此的完美，他是完全的可爱。保罗在他晚年当中写腓立比书，当他写到腓立比书第1章时，他说他活着就是为基督。保罗当他写到腓立比书第3章的时候，他说他还未完全，还要竭力的追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没人敢说他是完全。中国有一个至圣先师，我想大家都很熟，叫做孔子。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唯有基督没有任何的过失。基督他也从未自觉他有什么缺失，他也不必认什么罪，他也从来不需要要求人为他祷告。基督是完全的，不必加添什么，不必补足什么，这就是真理。耶稣既然是真理，那么我们对真理有什么好处？真理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好处？第一个，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一个守真理的人，他就会海阔天空，他就会真自由。犯罪的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一个人如果守真理，他就会很完全的自由。我们做个比方好了，以正常来讲，火车如果在轨道上行驶，它按照火车铁路局的所有的号志规定来走，火车是很自由而且很平安的一个交通工具。火车为什么可以自由的行走？为什么可以如此的平安？我们看的火车，它好像被拘束在那个轨道上行走，看似一个束缚，但带给它却是真自由、真平安。各位兄弟姐妹，我所爱的家人，
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当我们进入教会之后，我们决定要跟随耶稣。我们看这真理好像很多束缚，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好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束缚。然而我们试想，真理的要求真的带给我们这么多不自由，这么多捆绑吗？不然，它反而这些要求是带给我们心里真正的自由。我们想，一个人他如果犯了罪，他如果做诈骗集团的车手，他去讹诈别人的钱，他从提款机领了许多人的辛苦钱，他领到其实那么多钱，看似自由，然而他却是不自由，因为他领到那么多钱的时候，他会担心害怕，他会担心有一天他会被警察抓。你说他有自由吗？领钱的时候没错，很自由，但他心里却一天到晚活在恐惧当中，因为他怕被抓。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活在自由当中的时候，是需要受拘束的，需要在真理的道路当中被要求的。所以我们心里真实的自由，我们没有坎坷，我们没有不平安，这才是真的自由。第二个，真理使我们到父那里去。父，天父上帝才是真理之神，唯有认识真理的人才能到天父那里。第三个，真理使我们成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17节，他向世人宣告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有关生命的定义的问题。各位兄弟姐妹，生命定义要让你成为什么？神要让定义要让我们成圣，神就是要我们生命借着它进入活命，生命永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10节，我想我们对这一节经文都非常熟悉。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生命是每个人所要寻找的。然而人不是为了知识的缘故去找生命的知识，乃是为了希望了解生命的价值，使生命活得更有价值。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真理让我们活出来了，是一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所以耶稣的爱带来生命，爱带来感动，这是耶稣所带来的。所以唯独我们跟耶稣同在时，我们就得到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真的有没有呼吸叫做生命，而是你在基督里面，你活得很平安，你活得很自由，这叫生命。你不用担心害怕。第二个，唯有耶稣才能赐给人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所以丰盛生命乃是使人寻找。所以我们知道，只有耶稣使我们得到真的生命，只有耶稣才会让我们找到真正的光。
所以耶稣不只有赐给你丰盛的生命，他也是世界的光。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所赐的新的生命是何等生命，何等的特色，就是光，让我们走在光明之中。各位兄弟姐妹，当你行事为人光明磊落，你走出来，在道路上，你头都抬得起来，可以抬头挺胸，你做任何事都可以经得起考验，这就是光。很可惜的，世人却不接受这个光，所以耶稣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生命就是让我们得到永生。所以在约翰福音书第10章28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永生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所以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是无限高很崇高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它永生使我们活泼，使我们有跟神的交通。那你问牧师，我要得到这个永生，是不是等我断气之后，我灵魂到神那边才是永生？不是，只要你与神有交通，你与神有生命的连结在一起，永生的盼望，永生的喜乐，永生的快乐，就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所以牧师要在电视前邀请你，倘若你还没信耶稣，你可以在电视机面前来决志，主耶稣，我要相信你，我一辈子要跟从你，我要从你身上得到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生命，一切属灵的光照就是来自基督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这个光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所有全世界的人，为了整个所有造的万物。所以耶稣他带来的是一个盼望。所以耶稣说，我就是路、道路、真理、生命。有一个牧师叫金碧士，他写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他在《效法基督》这本书当中写到，耶稣解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的意思。金碧士牧师他解释说，你跟从我吧，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如果没有道路，就没有进展；没有真理，就没有认识；没有生命，就没有生活。我就是你必须跟从的道路。你必须要相信真理，你必须要盼望的生命。所以金碧士牧师他写这样没有错。没有道路就不会进展，没有真理就没有认识，没有生命就没有生活。我就是你必须跟从的道路，你必须要相信真理，你必须要盼望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将道路、真理、生命结合在一起。所以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唯独耶稣是通往上帝那一条路，唯有借着耶稣，没有别条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可以通往天父那里，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人类才晓得上帝的样子，也只有信靠耶稣的人才能够享受无惧无羞耻的来到上帝面前。借着耶稣所显示的上帝，让我们更亲近这位神。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借着耶稣的能力看见这位慈爱的天父上帝，也有借着他的爱，让我们受伤的心被耶稣承担起来。借着耶稣十字架，他为我们救赎，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面，有人认为这是受咒诅的。这礼拜天主日，我会用加拉太书这段经文来解释我们是何等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做广告，这主日我们可以在线上来听牧师用加拉太书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没有人想到一个神既然会被人挂在十字架上面，然而这个十字架却使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一条道路。所以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就是全备的启示。这个启示虽然有时会让人困惑，但却让人家感到稀奇。所以主是伟大的神，上帝会以他的慈爱，以他的诚实完全来帮助我们。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东方的博士借着天上那颗星来带领。或许你我生命当中曾经迷路过，曾经你为了找那条路边找边问，曾经你可能像我一样是一个迷失的人。许多幼参的兄弟姐妹都听过牧师就任的就任史。我在年轻时曾经迷惘，曾经走错路，然而耶稣救了我，他使我认识他，使我得到他的救恩，使我生命得改变。各位兄弟姐妹，耶稣他出生的地方，他并不是出生在皇宫，并不是出生在金碧辉煌的舒适的皇宫里面。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他是个神，他既然出生在一个很简陋、人不要的马槽，在耶稣旁边，既不是皇亲国戚年年的道声恭喜，在耶稣身边呢，竟是一些牲畜，还有博士、牧羊人在他身边。在耶稣旁边只有宁静。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当我们选择走耶稣的道路，走上上帝的道路，必然是带领我们走到永生盼望的路。它的方向是给我们平静，给我们安稳的方向。他真理的话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这条路不是透过你背或学习得到，这条道路必须要你亲自走过，你必须要亲自走下去的一条路。这条路是你必须要亲自去经验的神。各位兄弟姐妹，
当你亲自走向这条路的时，我要告诉你，你并不是一个人在走，而是圣灵还有许多兄弟姐妹陪你走。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带领你走这条路，带给你这么样的盼望，你是不是愿意跟随？我相信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会眺望你对主的渴望。主啊，我在这里，主你知道我遇到人生许多的困苦难过，这些难过我跟谁讲，无人体会，我走的路很孤单。但牧师要告诉你，这条路你不孤单，因为你有爱你的兄弟姐妹陪你走，你有一个肯为你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带领你走，你肯不肯？我相信神就在今天晚上等你的答案。这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神的道路，透过这首诗歌，我们跟神说，回应神的呼召。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眼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逃离大地的根基，它让云在空中漂浮，是它创造生命气息，是它允许走入之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神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走你大地的根基，它让云在空中漂浮，是它创造生命气息，是它允许走入之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
位兄弟姐妹，你是不是被这个疫情已经围困很久？你是不是已经抑足了很久？感谢神，我们台湾的疫苗注射率已经达到2成。我们继续来为了我们台湾各地的疫情的来控制来祷告。台湾今天疫情得病的人数是18个人。感谢主，我们这几天这一个礼拜，我们的得病人数逐渐的下降。我们更仰望神，求主帮助，让台湾早日透过疫苗的注射，让台湾的普及率越来越高，让台湾得到疫情的控制。我们为了我们的疫苗注射的这个政策来祷告，我们为了台湾的疫情的控制，特别我们为了陈时中部长及他的团队来祷告。前几天牧师看到新闻报道，陈时中部长最近感到心理的疲惫，许多人对国产疫苗产生许多疑虑而攻击他。我想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在为了台湾人守护这个疫情，既然还有人不断的在背后攻击扯后腿，在我来看，如果我是陈时中部长，我可能撑不了那么久。所以我们真的为了陈时中部长及他的团队来祷告。我们也为了各县市的首长，他们很辛苦的防疫各县市的疫情，做疫调来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我们知道台湾礼拜5即将有一个台风进入台湾，我们求主保守，不管是北部或中部或南部，求主保守我们台湾没有因这个台风来受到更大的损伤，反而为台湾降下丰沛的雨水。我们为了这台风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全世界的疫情来祷告。我们都是全地球村，我们都为了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疫情的守护来祷告。因为他们的疫情如果没有降下来，我们台湾降下来没有用，因为他们的人一旦进来台湾，会带来病菌，会使台湾的疫情会更加严峻。所以要全世界好，台湾也跟着好。所以我们为了日本、韩国、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来祷告。特别就是我们字幕上没有打到的国家，一个印尼。印尼目前离病的人数已经超越印度了，所以我们要为了印尼这个国家来祷告，求主来帮助他们。我们来开口来祷告。施恩典上帝，谢谢你，你在我们国家安排了陈时中部长来其他团队来为台湾守护。愿主你施恩带领，给他们团队有智慧、有足够的体力、耐心来防治疫情的发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台湾的各县市首长，他们在防治疫情的时费了许多心思力气。愿主你帮助台湾的各县市首长来给他们能力智慧来帮助台湾。主啊，我们为了全世界的疫情来祷告，特别我们知道印尼的疫情离病人数逐渐上升，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愿主你帮助台湾的疫情让注射疫苗能够普及率越来越高，让台湾然后透过这疫苗的注射，让台湾早日脱离这个肺炎的威胁。愿主你听我们祷告，谢谢主。施恩典上帝，我们在你面前，为了台湾注射疫苗的普及率，以及我们为了我们中央的陈时中部长及他的团队及各县市首长来祷告。愿主你赏赐他们智慧能力，让人在守护台湾百姓的健康的同时，
主啊，你扶持他们，让他们透过他们的团队的这样的服事，让台湾早日进入过往的平静。我们求你帮助台湾，让台湾的疫苗注射普及率越来越上升。我们为了国际之间的肺炎，我们特别为了印尼目前罹病人数已经超越到过去的印度。主啊，求你怜悯全世界每个国家，透过疫苗的注射，透过施政，让全世界的疫情得以平静。主耶稣，你是听我们的祷告的神，愿主你施恩带领帮助，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最后，我们为了我们教会里面的事工来祷告，特别我为我们的教会的大家长，我们的陈牧师及陈牧师娘以及我们的潘牧师娘还有我们的欧牧师、何牧师，还有我们的长子团队、办公室干事的团队，还有我们为了小组长的团队来祷告。我们为了许多没有参加小组的兄弟姐妹来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我们也继续为我们教会事工来祷告。这礼拜天晚上，我们成人牧区要在线上小组长开会，我们求主帮手那个会议来有很好的讨论。为了我们身体健康的兄弟姐妹来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施恩的上帝，求你出施恩带领，帮助我们的陈牧师娘主啊，你保守他们，让我们身体有主你赏赐的健康。主你意向的给予我们的陈牧师，透过他意向的领受，帮助教会更往复兴的路来迈进。主你帮助我们的潘牧师及潘牧师娘、奥牧师及何牧师，你祝我们教牧团队在你面前，在牧养、在带领当中有主你的智慧的赏赐。主啊，求你祝我们长子团队，为我们长子领受呼召，被选出为同工。主啊，你帮助我们长子团队更忠心竭力服侍你。主啊，帮助我们干事的团队，帮助我们干事办公室的群组我们同工尽心的爱你服侍你，透过他们干事团队的服侍，帮助教会各事工的推展。主啊，你祝福我们的小组长以及我们没有参加小组的兄弟姐妹，愿主你施恩带领，给我们小组长有智慧能力他牧养关怀时，主啊，要带领我们的羊群领受你话语的牧养带领帮助他们的生命关怀当中有主你的赏赐。所以祝我们有没有参加小组的兄弟姐妹，在他们信仰、他们灵性、在他们生活当中，主你看顾他们的需要，也借着我们的这样的教牧团队的关怀让这些没有参加小组的兄弟姐妹得到祝福。愿主你祝福，帮助我们的成人牧区在礼拜天晚上开会，愿主你施恩带领我们。到整会议当中，主你给我们智慧能力，或者说讨论的，都成为我们事工的帮助。祝福，你听我们祷告。最后，我们为了我们兄弟姐妹身体健康的祷告，愿主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施恩典上帝，求你听我们祷告，帮助这些身体健康的兄姐。不管他们在病床上或在家里疗养，主你都成为他们的帮助，让他们身体走路恢复健康，重新回到我们教会来敬拜。愿主你施恩带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全然的意志就领导他们。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阿们。哈利路亚。是
先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